2026年8月19日每日靈修，依靠聖靈，結出聖靈的果子。647頌卦特卦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不要自欺，神是輕慢不得的。人種的是什麼，收的也是什麼。順着情慾撒種的，必從情慾收敗壞；順着聖靈撒種的，必從聖靈收永生。加拉太書6章7至8節。小故事，有一個寓言故事，一位姊妹夢見自己走近一家新開張的商店，櫃檯後面站着的老闆竟然是一位天使。姊妹興奮地問：你都買些什麼？天使回答說：你心中所想要的一切東西。姊妹真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然後決定要了一些人心最渴望的：我要買平安，要買愛、快樂、智慧和剛強。她想了一下，又補充一句：不只為我，也為我所有的家人都買一些。現在就可以提貨嗎？天使含笑說：姊妹，我想你弄錯了，我們這裏不賣果子，只賣種子。默想，你種的是什麼就收什麼，要怎樣的收穫就先怎樣栽種。神歡喜我們和他同工，撒下信心的，必收信心的果效；勤撒善種，必獲豐富。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你要我們聽從你的話，遵行你的道，免得我們落入撒旦的陷阱中。你說人種的是什麼，收的也是什麼。求你幫助我們，不輕易灰心喪志，只要專心信靠，順從你的旨意。你就是我們的力量，我們要盡心竭力，不要懶惰，因為少種的少收，多種的多收。我們順着聖靈服事，就能結出聖靈的果子，榮神益人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